又 hold 住我成副身㗎。喂，連個天都唔幫我。哇，咪又嚟啊！我守咗成個禮拜喎，你個破網啊！就係你。收聲！我一早就預咗有今日，等我請出我哋屋企最新嘅鎮宅之寶。咪又係隻 WiFi 蛋，有咩分別啫？哇！呢隻就唔同啦，佢係旅行戰神嚟㗎，覆蓋過百個國家，速度快到你唔信啊！我專登租翻嚟測試㗎，終極測試，全家總動員。連到啦，連到啦，順到飛起。今日你好清晰啊！係愛同埋好信號嘅力量啊！哇！你哋睇，我終於搶到啦！姑媽，健神器好貴㗎。貴，日租最平28蚊起咋，平過你買住六合彩啦！我喺爽 WiFi 官網訂，揀咗機場 link，方便到極致啦！咁我下次去探 BB 都租一隻先。啊，係啦，人哋咧有24小時真人客服㗎，有咩唔明隨時問，穩陣過你阿叔啦！爽 WiFi 全家共享，快樂加倍。